愤怒、责难、困惑这些，来造就现在你身边所有造成让你觉得困扰、让你觉得为难、让你觉得不知所措的这些情况，包括身边所有你认识、你喜欢、不喜欢的这些人，都是因为这些能量引发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我最近就是前阵子认识一个心理咨商师嘛，那他就是跟我讲说，就是原本我知道零极限这个概念是有点模糊糊，那这个姐姐这个心理咨商师非常的厉害，她就是零极限运用的非常好，她就有跟我讲说，她曾经咨询过一个个案，一个妹妹20几岁，长得很漂亮，可是她很特别，就是这个妹妹啊，她就是从过去只要交男朋友，她都会在感情最好的时候，就是那种最甜蜜的时候提分手，无论如何每次都是这样子，可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因为他是心理咨商师，所以他多少知道说，有没有可能是他小时候，因为很多这样的状况来自于过去古老的创伤，就是，可能是不是他有家庭暴力啊，他是不是曾经被抛弃过？那于是造成说，既然我要被抛弃，我就先抛弃别人，先提分手。结果因为这个姐姐就是帮助这个妹妹做一个回顾，因为她会催眠，她就开始引导她，从她回想到从她10岁、5岁、4岁、3岁、2岁。都很 OK， 他的家庭状况在催眠的过程都是很圆满的，那都是非常健全，爸爸妈妈都很疼他。可是后来呢，当这个妹妹咨询到很小，到1岁都还很正常哦，可后来他就卷起来了，然后开始哭。那这个心理咨商师就问他说：“你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？”他就卷成一团，然后说他觉得他很害怕。那心理咨商师就问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旁边都是水。”然后说：“哦，没有关系，你在妈妈的羊水里面。”那他就跟他讲说：“那为什么你要哭？你听到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好害怕。”那姐姐就问他说：“你怕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吵架。”那姐姐就引导他说：“你听听看是什么声音？”他说：“我听得出来，那是我爸爸妈妈在吵架的声音。那你有办法听听看他们在吵什么？”那妹妹就很用心，就想说：“我爸爸叫我妈妈把我拿掉。”然后他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所以他是在baby的时候，他的细胞，他在还没有记忆嘛，其实他只是一个细胞，在妈妈的肚子还在羊水里面，他接受到爸爸不要他这个资讯，他就已经记忆了。所以这个妹妹从小到大，其实她爸爸很疼她，从她出生就爸爸就超级疼她，可是她没有办法跟他相处，只要爸爸在客厅，她就去厨房；只要爸爸在哪里，她就在哪里，她永远没有办法跟他相处，她就是看到他就躲就对了。那不知道原因，爸爸不管怎么疼他，他就是闪，因为他的细胞里面有这样的基因，爸爸不要他。那这个姐姐，这个钟姐也很厉害，就跟他讲说，好，没关系，他就哭完了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，那你再出来，你有没有办法出来这个宝宝的身体？他说可以，他就走出来，然后进到爸爸的身体里面，结果透过爸爸的眼睛，他哭更大声，因为他从爸爸的眼睛里面看到家族四壁。原来他才知道说爸爸不是不要他，可是 baby 有听到爸爸说不要他嘛。那可是他出来之后，他借由爸爸的眼睛，他才看到说爸爸并不是不要他，是因为太穷了。爸爸觉得既然我要生你，我就是要给你很好的生活。然后他就又大哭嘛，因为他觉得原来我错怪爸爸这么久，他并不是不爱他，可是他的细胞里面就觉得是爸爸不要他，所以他的潜意识的动作，他的潜意识他是被抛弃的，所以他就是会一直很讨厌爸爸。那知道了之后，他就知道原来爸爸是很爱他的。那这个钟姐又请他再离开爸爸，跑到爸爸的耳朵旁边，跟他讲说，就是请爸爸原谅他，他错怪他了，就跟他讲说，爸爸，我只是希望你们很爱我，不要很好的物质生活，就是跟他讲他爱他。那你生活不要觉得压力那么大，我不一定说一定要过很奢侈的生活啊，只要我们很平安、很健康就好了。那结果这个妹妹回去之后，她只是做这样子的清理哦，就是做这样子的清理。回去之后，她瞬间跟她爸爸感情变得非常非常的好。那之后她的感情也很顺。这边只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这个姐姐告诉我的这个例子，让我知道说，原来我们以为清理记忆是我学到了什么负面的东西，谁伤害我，我原谅他，并不只是这样子。可能是在我完全没有记忆的时候，你就有经历过，可是我们可能自己不知道，可是其实它已经存在在你的细胞里面，你可能都没有察觉的。那
如果说我们只是用有意识的头脑去告诉自己，那个人伤害我，我原谅他，这是不够的，因为有太多事情是我们根本不知道，可是它已经存在在我们的记忆里面的。对，那接着呢，就是我们要先用爱来综合这些问题的错误情绪，然后呢，这个爱就会释放，已经被综合掉了，就是已经被清理干净的，再回到我们的身体，所以就会维持在空无，在真正自由的状态，就是回到零的这个状态。那如果一旦这个错误的念头被清除，思想变得空无自由，爱就会把自己平衡在其中。所有只要我们清理，一直的清理，那所有跟这个问题有关的人都会重生。结果你会发现怎么会有奇迹？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，其实那个妹妹回去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她就跟爸爸的感情跟以后的感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对啊，那这边只是告诉我们说，所有物质的宇宙就是我们所看得到的实相的这个世界，都是我们思想的实相的呈现。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就会跑出什么样的世界给你。如果我的思想是自来的，那它就会创造出自来的物质实相。可是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很完美、是很正面的，那它就会创造出满意的爱的物质的实相。那物质的宇宙是我们思想的产物。所以呢，我们对物质的宇宙现在这个样子负100%的责任，包括现在的天灾人祸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，只要你看得到的、你听得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有关，都要负100%的责任，而不是说那个谁去杀人，那个什么什么小孩子被性侵，那个法官判得多轻，那个法官该死什么之类的，只要你听到，就算我们不是当事者，都跟我们有关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创造出来的，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来的，所以要对这个世界负100%的责任。只要你看到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任何一个人，我们都要负100%的责任。对，那致癌的思想呢，就会创造不健全的实相，所以我们对改正这种思想也要负100%的责任。根本就没有外在这个东西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用思想的形式存在在我们心智之中的。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你想出来的，很特别。那透过和工作形成大的意识，不要把问题当做一个磨难，而是一个机会。因为零极限讲的就是清理。那既然我们累生累世，你根本不知道在哪一世的时候，你存在这个记忆，你怎么去清嘛？那我们这一辈子现在在这里的这个状态，可能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人要骗我钱？为什么既然我要得回啊？为什么这个人要伤害我？为什么这个人怎样？这个人对你好，对你不好？其实我们不要把它当成磨难，尤其是我们修行的，就会觉得说啊，这是可以啊，打磨进来应鬼的好啊，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磨难，而是一个机会。因为这边就有讲到问题发生在你身边的问题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只不过是过去记忆累生累世的记忆的重播。它既然重播出来了，就是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去看待这个问题。同样一句话，为什么别人讲的，就是人家讲的你不会受伤？就很像说小朋友啊，在还没有被教育之前，他如果看到小偷跑来家里拿东西，他会不会说这个叫小偷？不会，他就会说妈妈有一个叔叔拿了我们的东西。可是我们被教育之后知道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拿走，这叫小偷。对，那问题只是说把我的过去的记忆重播出来。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，我重新去看这件事情，去清理它。如果它没有重演出来的话，我们没有机会去清理它。所以不管今天谁伤害你，你都要感谢他，因为他把过去的那种记忆，如果这边讲的是说你有共鸣，是因为你有那个记忆。如果你没有那个共鸣的话，譬如说有的人觉得说，你结婚的人，好，我老公去找别的女人，这叫外遇。可是如果你会不能接受，你就觉得老公就是你的。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记忆的话，有些人会觉得啊没关系啊。如果他没有这种记忆的人哦，他反而老公外遇，他会觉得没关系啊，他要爱谁那是他的自由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外遇是不可以的哦，只是因为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记忆，让你去判断这件事情你恨不恨，你能不能接受，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记忆。所以当这件事情如果发生的时候，譬如说好老公外遇这件事情出现，我们反而要感谢这件事情，因为它让你清理你过去曾经有这样子的伤害，包括说
是我们去伤害别人也好，别人来伤害我们也好，这件事情演出来了，我才有机会原谅过去的自己，过去的那个神性的记忆，才有办法清理它。所以他这边讲的是不要把问题当做一个磨难，而是一个机会，一个你可以把自己清空、清理、回到零的状态的一个机会。对，然后用爱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记忆。这边很棒的是平静是从我开始的，我的问题是在我潜意识里重播的记忆，我的问题与任何人、任何地方跟任何状况都没有关系。当我们经历到这些记忆重播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是有选择权的。当一个事情、一个人、一个状况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跟他战斗。你那对台我做选题啊，你可以这样子去跟他战斗，或者是祈求回到自己的身上，不要去想着说这个人他对台我应该怎么对待他，去想那些方法，这个叫有意识的，这叫活动。而是你可以选择第二个方法，就是回到自己。当一个人、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，我祈求我神性的转换，祈求我神性的原谅来释放它。那回到我们心智那个最初始，什么都没有，是空是零的，没有记忆的那个状态。那一件事情，你可以做这样两个选择，想尽办法去告诉自己我该怎么做，跟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好，我原谅，我祈求原谅，祈求回到零的那个状态，有两种选择。那当我们没有记忆的时候，我就是回到零，我们就是回到神性的自己，所以就是一直在做清理的这个动作。那当潜意识处于零的状态的时候，就刚刚点子有讲到了，它就是等于回到无形的状态，它是没有时间、没有局限、无限、永恒的。甚至是书里面其实讲到很多的例子，包括有一个妈妈50几年的气喘，可是因为去参加了零极限的这样一个讲座，然后这样子清理之后，她莫名其妙她的气喘好了，医了50年，完全没有药可以救的一个气喘，可是她就是这样子1天的课程，她就完全莫名其妙就好了，因为她就是清理自己。气喘，我生病是因为我的记忆里面有这样一个负面的能量跟思想，那我只要对着这个气喘，等于说，如果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，你就想着这些事情，因为一开始你什么都不去想，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讲嘛。那其实也没关系，就只要对着自己的神性，甚至是说我只要静静的闭上眼睛跟自己讲这4句话就可以了，就清理的是这么简单。那当你的记忆发号施令，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我的头脑去想过。